激戰正酣，鋒芒盡顯。目前備受全球貴金屬投資者關注的金盈中國2026年第二季實盤爭霸賽正火熱進行中。隨住首週賽程順利落下帷幕，盈利大師賽和勝率達人榜的前3名也已正式揭曉。首週賽事期間，參賽者們憑藉精準的行情判斷以及穩健的交易策略，在持續波動的行情中沉住應戰。金盈中國作為主辦平台，嚴苛把控賽事公平、公正、公開的原則，榜單每日動態更新，名次透明可查。賽事全程用真倉實戰的交易模式，為參賽者搭建切磋交流、競技成長、贏取獎勵和榮耀加冕的專業舞台。本季金盈中國實盤爭霸賽的獎勵、福利和榮譽兼中兼得，投資者可選擇專注在一條賽道中角逐獎金，也支持加入所有賽道進行比拼。在首週排行榜單中，參賽者今年實現一個小目，在盈利大師賽和勝率達人榜賽道中均成功擠進前3名，展現了極強的行情研判能力、收益創造能力、精準操作能力以及風險控制能力。賽程漫漫，首佳績只是賽場序章，精彩未完待續。在後續的賽事中，已上榜的參賽者繼續保持佳績，暫未上榜的參賽者仍有充足的時間和機會調整策略，把握行情，逆襲趕超。深賽者的每一次合規交易和每一筆理性持倉，都有可能刷新排名，改寫結局。金盈中國2026年第二季實盤爭霸賽第2賽程已正式開啟，總價值20萬美元的豪華獎池仍在靜待強者解鎖。在這場貴金屬投資行業的頂級交易盛事中，每一位投資者都有機會成為站上 C 位的主角。獎勵已就位，金盈中國誠邀每一位熱愛投資的投資者拿出勇氣和策略，以實力論高下，以實盤見真章。